好过你就好。哦，总是万般皆是假，唯有受道是真。万般皆是假，唯有业随身，拢总是这个道理。但是，咱人生来到这个世界，咱每一个人看袂开这个现实，因为这个物质、这个城市、这个经济太迷人了，是毋是安尼？所以咱台湾有一句话安尼讲，一条歌叫做哪？叫做为钱赌性命，敢是安尼吼？拢为钱赌性命，妹夫仔三兄弟家己开一店面是，拢是为钱赌性命，拢总是为钱赌性命。我相信迄个第四个，伊只要我你讲问看卖啦，我就毋甘愿，毋甘愿啦，毋甘愿拿分一丝啊。但是迄丝啊若分互咱啦吼，咱就感觉袂了啊。敢是安尼？分互咱就感觉，分一丝啊，迄过10亿个咧，分一丝啊，迄过10亿个咧。哦，迄个过10亿个，迄若迄一丝啊，若分互咱啦吼，我就讲毋免遐济啦，我就下当个时阵啊安尼，哦。要保持就好啦，哦，爱当生活过就好啦，我毋免着去求讨的。人生上大快乐，就是你过了快乐，你过了平安，你过了幸福，这才是人生上大快乐。我来做一个，我讲一个人，我嘛讲什么人，毋是咱爱上较深的人。有一日，我去因遐啦，我去因遐，我太太去因遐，安尼对。伊讲吼。因为啊，佫一个犹太人吼，犹太人吼，台北犹太人去，去当中伊是讲一个道理，讲一个道理就是讲，咱人来到这个世间啦吼，拢就是哦，迄个未接受着这个事实，啊，而讲一个问题了，因迄个后生吼，迄个声哨吼，迄个声哨，我毋是咧讲白菜啦。佮10支麦克风，10支麦克风的迄个规定，啊，都无伊声哨遐大。10支麦克风啊，你听无？10支麦克风的声哨，啊，都无伊的声哨遐大。我毋听过是，伊人客来到遮讲话，嘛毋是讲讲歹听的话，啊是咧讲一寡代志。啊，但后生也无是无使，啊落来当讲迄个声哨，那想要关机迄个声哨，变变过来。咱好怎讲？我一个个月我算，我记得啊，这个可能伊观念嘛无毋对啦吼，可能是伊的声哨较大声尔。咱互我嘛了所以安尼啦。哎，甲所以了后，咱互我落来，吼，逐个散了后，因迄个老爸怎来坐我的车？伊怎啊我做要出来，怎坐我的车？伊怎好出？因老爸怎好出？伊讲2日前啦。我遐叫瑞士，讲伊2日前，伊遐叫后生瑞士，对啦，安尼啦。我是讲是，我嘛无讲安怎呢？伊了听着，当然我说着，我也无讲足清楚啦吼。我嘛无讲安怎呢？但是伊倒来，硬要甲我瑞士，我一直甲回信的，一直甲回信的，一直甲回信的。我毋知影甲你回信的，安尼还是毋对的，佫毋放袂对的。到尾来老母怎啊带出？吼。所以我是讲吼，因为因发生2角发生的代志，我知影。但是现迄日伫遐我看，我有在场。我今仔日若做人的囝啦吼，无你讲老爸有天大地大毋对啦吼，嘛毋免着发觉迄个脾气遐尼啊大。吼，尤其佮爸爸的对面，爸爸的人脾气较济啦，放工的时阵喊爸爸。安尼啦，所以我想讲，人生来到这个世间啦，是啦，个人的苦无相像，个人的苦绝对无相像啊。所以咧，感谢讲，有阵时囝叫老爸拍死，老爸叫囝拍死，有即个物件无？有真正有。咱看到即个新闻，咱讲有种叫做侧手拍死，安尼对啦，有即个代志无？啊，即个代志发生了后，即个想要大不幸，你拢知影。人生的不幸，不过也是如此。所以咱人生，咱感觉讲，咱爱满足，咱的囝儿事实，哦，咱的囝儿事实，咱的媳妇后生，对咱毋免讲要求伤悬啦，咱的标准啦吼，咱毋免讲要求伤悬啦。
会得过乐，少年啊生活快乐乐，咱唔通要烦恼。少年啊幸福，少年来和谐，是咱做事传福报你听无？做事业少年的若袂和谐，少年啊袂合作，你做爸母啦，你是要讲媳妇，要讲后生？即代替吼，媳妇讲到尾啊吼，但是是讲媳妇讲到尾就讲后生啊。媳妇，但是是讲媳妇对啦，讲到严重来就讲后生啊。但是讲后生唔对啦，讲到尾媳妇唔对啦，是毋是拢即个道理？因为到时的时阵，就一定拢徛对面。是安怎讲？因为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啊，大家讲拢有道理啊。哦，什么人讲拢道理？我甲讲，两个拢总无道理，你要相信无？两个拢无道理，有道理无即个代志，两个有道理无即个代志。我常讲一句话，带来讲50个大板，每一个讲50项，大板等你讲对啊，对，安尼对。所以你家己修道就是哪？修道就是真正要对你家己内心去清醒、深神啊，清入去反省你家己。是安怎来安尼？我甲我迄个朋友讲我，今日你家己爱反省你嘛。你既有即个问题，可能过去你的个性、甲你的脾气、甲你的习性也无好代志，绝对无好。你今日来是有代志。所以一切物件是反射到对你的身上来，反射到对你的身上，你唔能去怀疑即个代志。所以人不甲你讲，因地果原生。因地果原生，因地所种，果地反生。你对一个时阵，伊回心到你的身上面，绝对你有做事能力。所以我甲了解起，对我怎个讲其实太太人无合，伊讲用酸的啦，用酸的听无？因太太人无合吼，我用酸就对啦。哦，所以讲你即个吼，是即个个性伫，所以你爱对家己。你家己来改，相对你这个家庭就开始转起来，命运就转起来。有时间爱来听道理，有道才会当改，叫做理解。用道理来改，咱就无命；用道理来镇压着，咱就无命。所以咱今日修道，咱今日学道，就是接受真理。迄个真理，咱就爱听入，迄个听入，咱才会转，迄叫做专业。所以咱有当有一句话讲。心念转而弯，生命就无限宽。生命，迄个念啦吼，咱的念啦吼，生命要怎么转弯？就是讲你转迄念，你的念有法度转无？有法度转识成就无？有法度转迄作用。所以讲心念转而弯，咱的心念转弯，一切物件心念拢甲转好。咱的心念拢甲转好，咱爱自己。咱毋通有迄个不满的心念，咱毋通个不满足，毋甘愿即个心念。那安尼咱人生永远你会面对足侪坎坷的问题，咱甲转接受，转接受。所以佛咱金刚经来讲，伊讲咱受持、修持。佛伫金刚经就讲叫做受持，修就是接受，我就是什么代志也开始接受，因为一切物件拢就是咱家己的因果的反版，咱来知影，一切拢按家己的因果反版，是安怎若袂安尼，咱会安尼？问题伫对一个所在，上天无互咱特别，甲咱做即件代志，是因为作自然的因缘果报。咱讲因缘还自受，因缘果报还自受，一切物件拢是家己爱去接受这物件。所以即点一般顶个人拄着，就是无奈。到尾啊，法律上界歹，就是法律警察来处理。甚至安尼，比如讲后生食毒啦、冤家啦、相拍啦、爸母袂好势啦，到尾啊，即种总是法律来解决，因为法律是最后收尾。该关去关，该看去看，该安怎去啊？这是足歹的物件。而是今仔日，咱若会当每一个人把咱的囝儿事实，把咱的囝儿事实，拢总甲带来道场，接受真理的教育，所以开始念头开始伫
转，开始一直转。好，对摆的力量转到好，我迄个朋友讲，我你这个囝，这是当你生出来到这个时阵，我相信我毋捌接受分担，因为伊毋捌接受着上帝性。伊讲透可能，你甲叫叫伊来透可能，我明白。啊，拢含伊一寡小本本，含一寡迄人，伊讲吼，讲拢去咧讲讨钱的啦，意思讲咱学落的，咱兄弟就对啦，咱讲讨钱你听无？你讲讲代志就对啦，讲啊，这种惨。所以伊永远就是苦，所以我讲啊，趁活落啦，加做一寡出来对啦，趁一活落啦，拼生拼死后日甲出客，你这嘛是咱总爱护伊啦。伊讲我嘛知影，所以甲我一句话讲，我甲即摆手拢软，伊讲手拢软落啊啦，我咪甲去想，所以今日咱会当来接受着即种的帮助，啊，就是我讲的。咱一定接受着迄个正能量，所以迄个咱中国大陆的主席习近平啊，伊讲水的能量越大，水的文化就越大。水的能量，什么人的能量愈大，什么人福报愈大，什么人的电池啊，愈侪充电愈大，什么人的电力愈强。哦，这是必然的物件。所以咱甲伊讲，伊讲安怎？以智者为伍，以行善者同行。爱含智慧的人行做伙，爱含行善的人行做伙。哦，那么心怀苍生，心怀众生，哦，那安尼叫做大爱无疆。咱今日倒是真正，然后世间真正咱要行真正。咱的自信转起来，咱的命转起来。毋是简单，含足侪兄弟姊妹、足侪众生，咱把咱想啥物甲传下，这是咱的本质，嘛是咱一贯道地主修代善法的一个作用的宗旨。我今日迄个当中呢，非常难得，咱这个正日嘛信日啦吼，信但是